就係投資世界中嘅 IKEA。第一，投資外匯同埋貴金屬咧，用 ETF 係絕對值得㗎。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啦，你會唔會為咗煮一餐飯而特登咧去鋤鐵啦，起一個煮食爐啊？定係你會選擇去 IKEA 買個煮飯套裝啦？而 ETF 咧就係投資世界中嘅 IKEA。第一，佢係好平嘅，手續費好低，唔使每一次買外幣、買金條，仲要諗下點樣保存。第二，好方便，一個 click 咧就你已經可以分散到你嘅風險，唔會淨係壓喺單一嘅貨幣啦，或者係一啲金屬。第三，透明，每日嘅價錢流動性都非常之清楚，可以睇得到。如果我哋直接買金條，仲要擔心搬屋嘅時候咧，會唔會俾運輸嘅工人順手牽羊啊？或者直接炒外匯，日日咧都要睇圖表，搞到聽日起身翻工咧又冇精神啦。所以投資 ETF 咧就好似我哋擁有一張酒店自助餐嘅門票，我哋唔單止食得好安心，仲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款式揀想食邊一種。